罗通后，唐朝名将罗通，唐朝名将罗通，罗通小北。罗通唐朝名将罗通，这个叫罗通少法。樱花戏剧中看的，今年太极拳表演公演。播到到10点。播到到10点啊，因为会开咯，喷射啊会开，我们叫人以为偷鸡，袂使讲偷鸡，人个偷多的物件。看你看倒一个楼层，五六层的，靠现在，我可以。名将罗通，唐朝名将罗通，叫做罗通小北。他就变罗通大师，来搞起来哈，好多电话都打，那主要是这些，看电话中传，番茄。瓜也得嘅，瓜也得嘅哦。一地人喺講瓜，另外試中哪个没吃完？另外去試中傳嘅總業係唔知嘅。哎，来车哦，车啊，车来啊，车来啊，较注意哦。有车来啊，较注意哦。有车来啊。
车来啊，有车来啊，较注意哦。那我就看他叫叫神神。有车来，有车来。啊，人会当去咱还落去啊。有车，有车，有车。哦，这济人啊，这济人看歌戏啊，啊，还有荧幕人啊看，哦，真好，真用心设计。啊，看见看见，好好好好，看见看见。哦，这济人咧看歌戏。儿童校长，儿童的专来过书啊，中国然后儿童，唐代名将儿童，恋爱故事，明华园戏剧总团公演，第一天红尘菩提，宋朝赵家王氏的故事。第二天是罗通的恋爱故事。哦，哦。盖台关团帅，今晚传铁演完下播。我要下播，下播。